咁多位馬迷大家好啊！咁咧，我想喺呢度咧提下大家啦，即係雖然政府都好似唔係話好大力咁樣去提醒大家，但係唔好理佢哋啦。總之咧，大家一定要真係要提早做好防風措施，因為呢一個華加沙呢一個風咧係真係好犀利，好犀利。當然大家都希望係全世界都估錯。佢係唔係直接嚟香港，又或者佢嘅風力冇大家預計咁勁，咁但係而家數據上咧係唔樂觀嘅，咁所以咧我真係喺呢度再次提醒大家，真係要做足晒大家可以做嘅安全措施，可以做到嘅防風措施，將所有嘅損失啦、傷亡啦都要減到最低。咁咧我都簡單話俾大家聽呢一個風有幾勁啦。其實咧今日全個世界每一個國家，基本上日本啊、大陸啊、香港啦、美國啦，咁樣全部都係將呢一個風已經係列到去最高級別，已經係冇得再上㗎啦。咁咧天文台咧而家其實咧都係話佢個風咧喺呂宋嗰邊啦，其實暫時都係最高持續風速啊，中心最高持續風速係230公里，但係其實咧喺2點鐘咧美國咧已經將佢升級咗做係佢5級颱風，其實咧佢中心持續風力咧已經去到257公里每小時㗎啦，其實咧係已經超越咗山竹㗎啦。所以呢一個風係大家一定要真係好留意，究竟佢有啲咩變化。最好就係佢轉彎唔嚟啦，係咪？咁但係真係冇辦法嘅，大家一定要好小心。我可以俾大家睇，你睇下2點鐘呢度已經係257公里啦每小時。